尔族高级编辑被判11年徒刑。在中国针对维吾尔族精英的打击行动中，又有一位退休的高级维吾尔族主编被中国政府判刑。80岁的阿吉米尔扎提克利木是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的前主编，他在最近的一次法庭上被判处11年徒刑。据报道，在他20多岁时，由于他的写作，他曾服刑11年。他被指控为民族主义。中国亦激怒了自己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恐怖主义政策激怒了自己的公民。有一名中国警察在电话中说：“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安全，在这个国家，权威的官员被任意指控，商人被暗杀或失踪。”他表示，他知道自己将遇到惩罚，所以跟他的家人说再见，但想做一点点事来抗议政府的不公平政策。维吾尔问题自中美会谈中提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会晤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峰和上将。根据蓬佩奥和杨洁篪的介绍，在本次外交与安全对话上，双方就内容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台湾、维吾尔人权和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以及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宗教自由。北约关注中国武器研发。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对中国及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感到忧虑，敦促北京加入美俄中程核武条约。17导弹受条约限制。美国上个月表示正在考虑退出美俄中程核武条约。加沙宣布停火。巴勒斯坦团体在加沙宣布休战。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武装派别当天在加沙地带发表简短联合声明说，在埃及调停下，巴武装派别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巴武装派别就遵守。